伫咧花莲有看海岸的观光专业者是发现讲，最近伫咧网络有人看讲，坐船看一届干那600块，也若是分享文章，阁有通去看免钱的。也毋过哦，这有恐惊是诈骗，因为有民众定位嘛汇钱啊，但是咧人到位啊，才发现讲根本就无报名着，去互骗去。晓热是上海岸的大月，最近花莲上海岸业者接到民众的电话，讲家己伫网络汇600块报名费参加体验活动，敢有收到？才发现家己根本无伫出海名单顶。很像有看过，没有很记得很清楚。哦，那就是你们买票都怎么买？像这种像我们是导游帮我们一起买的。哦。根据受害旅客提供的资料，果然有人伫网络顶看定上海岸出海，干那600块，分享文章了后，还阁会当专业退费。不过，已经汇的款项根本找无人通退费。不只是我们哦，甚至有些其他的赏金公司，像宜兰、龟山岛或在哪里，好像陆陆续续同业也传出相同的这些困扰，让很多的消费者不知道的状况之下，然后就会误信了诈骗集团的方式。因为这是花莲上海岸业者25年来头一届拄到这种的诈骗，警方嘛随介入调查。警方呼吁，对于来路不明连结切勿点击，亦勿轻信社群平台推播之广告内容。遇有要求填写个人资料或提供账户资讯等情形，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查证。警方提醒，即卖真侪诈骗拢是利用正俗的介绍来拐消费者，建议民众会当利用电话询问这间公司，是不是真正有这个优惠，确认了后再来汇钱，才袂防骗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